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。民农嘅野球是一定实现咯，每出嚟满一度嘅人才，从宋焕勋、齐生明，一到一家一户落地嘅野球选手教练。唔过更加民农沙漠野球队，为错到重现30年前嘅盛况，本好打野球嘅生意呢，有过好些秋季健全嘅环境。前职棒总教练齐生明同地方人士向下提出嘅民农收帮。10年培育计划，按算10年要总500万的经费，由教练团义务来培训些选手，希望10年内同故乡培训出200-300个手棒选手，恢复民农野球的功用，未为基层野球来当紧。你的开水先去装满，没有开的先装好哈。那等一下呢，把你的帽子戴好，手套戴着，等一下到这一台这边集合哈。爽起来，爽起来，只要爽起来。百米。因為起碼下來，樹拖先拖下來，嘿。點話細個來咩？點話嚟教嘅嚇？嗰點話嚟錯，嚟點啊？啊，好嘅。民農嘅中國社會運動平衡，教練整體教新人呢，用嘅接球嘅能真可，我有耐心一邊又一邊見教到長。嘅中國小棒球社成立已經1年咧。我哋嗰個棒球隊去年嘅4月咧嚇，都那成立，而且下目前球隊嘅成員有4代4位加入到22嘅，嚇啊。其實也都，我哋夜上去打棒球嘅人都差唔多100人啦，嗬！啊，我哋也冇託講啊，如果也唔會嗬，都當作ที่一開始都當作社團，好慢慢嚟，新人嚟啲啦，有興趣嘅，學人都偏向教練，好嚟免費嚟跟人指導。新人嚟對打棒球個有興趣，雖然很流氓咯，唔過看起來都怪歡喜。練棒球的好處可以鍛鍊身體、減肥、運動，好玩，不錯，對身體好，然後可以多流汗。因為興趣，還有本身自己還蠻喜歡打棒球的，所以主動想來吉隆國小甄選來說來打那個上棒球社。因為這個我很喜歡打棒球，我看人家在打就蠻有興趣的。有社团练跟没有社团练差别在哪里啊？差別就是沒有教練和有教練。那有教练进步有比较快吗？有啊。那你有觉得你哪些部分有进步了？手背和打擊。事實上，睇下嘅學生嘅803人嘅小學校，要成立棒球社並唔簡單，球員少、資源少，個人先。我以為一個人咯人數少，冇辦法選人咩？我一次要參加呢，我來年就來，因為上到嚟一個人練嚟上到嚟，又唔會練嚟，又係上到嚟又來練嚟，人咪過多啲啊！我哋小學校嘅資源也幾少，嚇啊！我哋個困難啦，係像我哋球嘅都打啊，冇嘅嗬，要再買到一盒啊嚟，可以打冇要買一盒，冇搶完咯，一盒嘅買一貴難嘅嗬啊！衫褲啦、器材當然也個量講啦，嗬，個減咯。但是因為其實唔會影響我哋學打球嘅一種熱忱跟興致。雖然嘅中國小棒球社會器材設備個簡單，不過呢規模睇民農企業個速度已經算係真蠻好嘅嘢。
也喺美浓区9間國小當中，請5間學校有棒球賽，其他學校嘅學生係自家操盤操車，請強用好打棒球嘅人，喺拜六早晨強下練球嘅。江縣有啲學生誒，嗰個東門國小有7個學生誒，嗰個美濃有4個，嗰個福安有4個，嗰總壇有12個，叫大家因為啲學生嘅個小就聯合都要練球嘅呢。嗰係不有間嘢咩？像按叫有間嘢兩三個年生咧，係咩別人安尼啊？咩別人入嚟打球嘅？因為無人，我講按少年冇辦法開班啦。屯時空背景廣告頭前地位，民國60年代，美濃圖書嘅風氣改好，各項體育活動嘅成績未算係一等一，尤其打棒球嘅風氣改善。當時8間國小就有棒球隊，先後培育出齊生命、鍾永昌也到棒球國手同優秀教練。到到民國60年左右也好，我哋美濃有8個學校，每一個小幫有一個球隊，每年一天嘅比賽，我印象係幾深刻。我一樣係代表總壇國小。因為最有名就是齊生命，特別張永昌就係兄弟象第一代嘅王牌投手，也喺中華職棒吼，站在投手丘上接觸體力球嘅，就張永昌。我哋韓式一邊學書包一跳，唔係吊拐嘅就打球嘅，一定是學高行，也我哋和平吼，是各位小朋友連沙同學，就會拿論用做做棒球棍嘅，個原始啦，做啲打棒球，做我哋美濃棒球做嚟發展起來嘅。我哋美濃一般嚟講，頭先啲是日本時代啲，有一個叫宋煥勳，而宋煥勳以前我哋記得很細啲，我同人裝批講，差唔多30年前啲，我哋美濃可以旗山打球啲，嗰度我哋咧北宮叔伯阿伯啲度全部 video 講看打球嘅，唔掉去做些，為跟旗山啲度去看人打球嘅。差唔多到60年代啲，就40年人哋退啲。我哋要出齊生命、鍾永昌，也記嘅吼，還有演小幫啲都前小幫啲就我哋入選我哋結束，所以啲下啲年退吼，就對我哋美濃有一個呢嗰度個特殊嘅。對中華職棒總教練退下來嘅齊生命，歸到培養佢打棒球嘅故鄉美濃，同地方有心人士向下提出美濃小棒生涯培育計劃，希望恢復美濃棒球嘅功用，未為基層嘅棒球當建。以前一個年代嘅嗰隊球隊，每個學校美濃嘅整地位8個學校有棒球隊，他家教個市名，但是嗰度都冇機會嘅，所以我哋諗我有一個計劃。以前你冇錢冇球嘅用一件按度，所以我都講嘅，見佢做應該都一方面一有可能成功嘅，所以用唔去做，你做得到，你可以做得到，為什麼不去做？做得好，為什麼不去做？不好好做。因為啲奇美體系也叫佢上陣地位，全部冇一個棒球嘅問。我哋又談過就講，美濃嘅目前少年嚟打球嘅，有差唔多5間小學有嘅原始嘅棒球，差唔多有100空個嘅少年嘅，所以我哋促成一個計劃。打球啲下就唔會講依家打電動玩具，也唔會網咖，甚至講都唔會俾人便宜失托一方面。所以我感覺一個意義就講，從我哋本身有一個機會嚟學一個打球嘅。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往前跳哦。其他戲跳線項前面鼓跳鋼琴，從後面嘅學生嘅就散漫嘅表現，希望跳會出最嚴度。在過來還有短跑衝刺，而且學生嘅體能。用這球嘅來自學生嘅，這嚟到語言，這嚟到語家，今日早晨美濃國中運動平衡，連輪測試各項體能。美濃小棒生涯培育計劃，會對120人嘅國小學生嘅當中簽出線數。立定跳遠、丟球還有跑步。
啊，我那个最厉害的应该就是跑步了吧。50公尺的短跑，跟立定跳远，然后还有那个投球、投掷的，看谁比较远这样子。那你表现的怎么样？做肢体球啊，我觉得自己表现的还不错吧。看你呢，这样助跑没有用嘛啊？这个比较好啊。那个立定跳远、投掷，还有那个柔软度。你有信心被选上吗？有，因为我其他部分都很好，柔软度就烂了。比如讲打球的，有速度，有臂力，有安尼柔软度，安尼包含底部安样个机会做一个简单的对学生的对新人的认识啦，将来了解以后啦，训练以后会各有帮助，对人的安尼也各有帮助。闽农少帮10年培训计划，爱前面对象係闽农地區國小3年生以上好打棒球的學生嘅，運算10年愛總到500萬元的培訓經費。民間企業該肯騰出錢，一下已經募到嘅300萬元。有錢的出錢啦，有力的出力啦哈。像我們徐勝敏總教練呢哈，他真的很熱心的哈，全心全力呢來同我哋學生呢哈，天數做緊教練的優先的那個運動啦哈。當然我哋企業教哈，拋磚引玉啦哈，大家嘅心啊哈。相同啊，你啦，韓世界都要打棒球咩？徐勝敏就係我們的棒球呀，你偶像。他有以上嘅義務來訓練學生嘅嚇。按企業界台北人呢，就支持嘛，因為台北人呢，大部分就做生意啦，做生意人想去做那種事情呢，基本上按台北的同鄉會嘅，基本上都會同意啦。但係順利來夜來參加縣選書嘅家長，對一項計劃如果認同，希望新人嘅有機會睇棒球場項有表現。弄擺都夠有名嘅咩面容啊！佢順利睇啊嗬，也有地方人士出來啊，佢都本順利揼到一個年齡時間都變出來參加咧。可能今年多項才能發展是一個趨勢啦，可能比啲機會現在，冇聽一定要讀書啦，可能今年也個棒球方面發展到乜程度？可能係有啲機會嘅空間啦。一下對面農區舊建國小隊選出42嘅選手，並學過後接種睇面農國總練習，由義務教練團來長期做培訓，徐勝敏做一項正經計劃嘅總教練。利用課餘，不過冇上課嘅人嚟練習，比如講嘅下課以後都過嚟練習，星期三嘅下晝冇上課嘅嚟練習，星期六周休嘅就嚟練習，但是禮拜日要別人休息。雖然一項10年計劃受到各方嘅支持，不過因為教練團算係義務性質，有人受安呢，一項計劃做唔長久。入邊最主要問題10年踢球，所以大部分人講質疑講都大可以做球啊，基本上看錢冇問題啦，最主要入邊嘅家長意見啦，跟教練嘅行政團隊，伊個義務係講規模簡單啦，一個教練一定要編啲預算，10年500萬唔拿白啦，唔拿白，因為全部義務可能冇咁簡單，一定要編入一編嘅預算。教練團按當初嘅組嘅，大家有個共識講嘅有限嘅人一定要出來，按睇到廣告嘅，有民意練習嘅2個到3個，3個到4個人睇下來維持，我相信講做啊，一個都是沒問題，因為唔可以成立一個棒球隊要用幾多錢以後呢？有教練有良心，所以目前來講18有些困難。已經有棒球社團嘅學校未受理球員流失嘅問題，甚至係未來參加國家也係國際比賽嘅時節，學生嘅學習資格，睇一下少子化時代有整體嘅影響，還有可能會影響到學校嘅營運。冇想嘢想做嘅很簡單，包括新人嘅考驗、交通、安全、管理，個學習
转学的问题，也对话都是我联合组队嗰度要学习的问题，也对都演嚟講演冇明，係因為演一對係冇去過時，係冇去用嘅心理遊戲打算啦嗬。喺唔講學校沙同希望講學校冇影響嘅，喺人哋練習嘅，我哋練人哋分樣嚟練。因為人哋嘅出發點都講，人哋一片練都過真實嘅專業嘅訓練，學校方嘅都沙團用都高神奇啊！呢度雖然講真是做多嘅啊，人哋一團面用就嘅學校嚟，大家嚟參詳，按樣嚟做對我哋學生嘅，對我哋學校唔會有傷害。當然，這個是要用宏觀的一種態度來看啦，因為我們不獨好哪一個學校啦，因為畢竟少子化，學校學生係貴少嘅，也唔係講因為講練球嘅要轉學嘅就數唔到學生嘅，一定係要考慮到啦。按好，把握很好，闽南少棒運動24年來無碼嘅發展，70年出來帶頭，目前請教練先行嘅線數，希望闽南嘅子弟留喺自家嘅家鄉打球嘅，要打棒台中人嘅力量來培訓出新一代嘅棒球選手。雖然地得也冇辦法打亂球見風，還有10萬多嘅困難要克服，不過有夢最美。70年希望10年內做得為故鄉培訓出200名嘅少棒選手。